来看台南前勇士业者第3档前，伫将军区开6000多万去渔电共生的勇士场。也毋过台南市议会伫去年决议讲要禁止热带61线以西的供电业的申请案，所以造成这个勇士业者真大的损失咯。伊伫哩要去台南市议会定情，农业局是表示讲会来尊重议会决议。先讲培育出泡卵的沙母蟹，这是业者为即卖的饲料开始研发培养，一路试验研究，才总算得到养殖技术。为此，业者也投资6000多万打造厂房，才发规起厝顶型的供电棒，希望会当靠卖电来分担部分的投资。想袂到煞一直予议会动落来。目前有一些不肖业者，上次市政府裁撤9家室内厂的执照，那我也认同说，严惩不法业者。支持合法业者，不能以偏概全，这样才是对我们真正在产业努力的，才是一个公平的。为2020年3月摕到农地使用许可，9月摕到经发局备案审查，到10月也摕到台电规线设置的同意，到2021年5月摕到建照，10月摕到使用执照，2023年也摕到养殖登记，过程一切拢合法。不过到今，厝顶列定的执照申请也是无法度通过。容许使用到建筑执照，到使用执照，到养殖登记证，全部都取得了。结果市政府用市议会一个会议记录来把我这个案件挡下来，我觉得非常的不公平。就算你不让我装设，你应该是我送件的时候就推荐了，而不应该我材料、会线、规费都缴掉了，再来跟我讲这个，我们损失非常多。现出是市府的态度，就是61线以西的部分，咱无要审议嘛。伫你的任内啦，会当决定伫你的任内，这4单无要审议。我讲无你审议，无要审议，当然是伫我家己有权的时阵。原本拿准合法申办无问题，却因为台南市议会决议禁止新台61线以西供电案的申请，市府也同意暂缓审议，互业者无法度摕到装厝顶型供电棒的执照。对此，市府回应。针对个案已经伫议会临时会议时，请议会释疑。不过，煞引发各阵营议员争论，经发局只好撤回释疑案，尊重议会决议，暂缓审查。记者台南报道。